代、万航代，拢伫咱台湾新安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今日甲这个神秘人物来这咧钓鱼啊？唔是啦，我甲你讲，这是人伊独家高门独市，家己研发的鱼窟啦。鱼窟啦内面有啥物物件？有蚵啊，而且这种蚵啊唔是简单的蚵啊，还佫有三白鱼，会当做沙西米的三白鱼，你敢有听过？来，咱来看卖，先来钓一个。这吴国良先生两个啊，咱斗阵来看卖，来钓一个。两个啊，嗨，咱即马我看到迄鱼影内面，什么鱼？迄鱼影顶头是青呢？是青，还是环境足好的鱼啊？较有法度这可比是野青的呢。对啊，比野生的更较水。野生的都无遮水。我刚有看到乌鸡啊呢。有，这嘛一只银哥。你家有银哥？有银哥。有影，你这你听讲放的吗？无，这家己走入来。家己走入来。家己走入来。而且走一群足大群。是就这个环境好，啥物鱼啊就走来。对，环境好啥物鱼啊拢会来。安尼观众朋友可能会听无呢。你这到底是咧饲莺歌，还是咧饲沙巴鱼，还是咧饲乌鸡啊？应该安尼讲我咧饲环境。啊？我利用生物性伊的功能性咱从大海从海甲复制来咱的温仔内底。所以我内底啥物嘛有蚵啊，嘛有虾啊，嘛有鱼啊，嘛有金啊，逐项有。但是你若要迄个料要甲放落去时，是要饲倒一只？咱饲上弱势的。上弱势，上弱势。比如讲，咱内底有龙胆、有鲈鱼嘛，龙胆、鲈鱼咱就唔免甲饲啊，就好去食这个细尾鱼啊，咱的沙白鱼啊。所以你若以这群为例，咱是爱倒料倒予沙白鱼。对，剩的咱就唔免甲饲啊。我看这风箱头风箱头。我看因咧秀，我就知影讲这样咧，这无简单的。你这当初时，你哪会无爱教人用传统的？是你天生结骨哦？无啦，因为我感觉我安尼讲啊，单一物种消耗单一元素啦。所以我无想要咱的土地受伤害，所以我较会用这种方式，让咱的土地愈来愈好。咱有良性循环的。对，咱的骨啊，一般咱的微量元素，你若饲共一种，伊会愈来愈少，微量元素会无去。就有影。这土地会配合。对，所以咱所有的物件拢饲做伙了后，这块土地伊会愈来愈不息。对，伊会愈来愈好。对，所以当初是我咧做这件代志的时阵，大家嘛讲我戆人，戆人做戆代志啦。对。一般咱看迄窟啦拍水啦，要散扫啦，创啥？对，你遮拢无啦。因为我家己有发明一只造流机，较省电。因为咱无钱通缴电钱，所以咱就想办法用较省的方式，用较省的方式。所以咱无需要拍水车，虽然咱饲遮侪鱼啊。但是咱无需要拍水车。这我甲观众朋友先留者，小等下咱来翕这个造流机啊。这个造流机。这散扫造流机啦。对。但是要安怎掠？你这鱼啊，有当是无拢规拢鼓起来。其实咱个掠鱼啊较麻烦的是啥？内底足侪鱼啊嘛。嘿啊。掠起龙胆顶食，鲈鱼顶食，沙白啊顶食。嘿啊。搁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像咱这样来用钓的。你用钓当时啊？你以龙胆来讲，咱一只龙胆30-40斤，成100斤，你钓足紧的哦。你钓足紧，因为咱今仔是要钓沙白鱼，
哎尤其今仔风足透，啊，哎，啊，你若一般若是修成沙白鱼拢三百鱼咱是用高的，用零啊，用凉啊，哎呦，一杯白，你是用擦擦的那凉啊吗？流刺网。哎，啊，但是一般人听到流刺网，那种感觉讲啊，这破坏环境啊，大细只种了。哎，好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咱是用单层的流刺网，所以哦，伊袂传。哦，高层的啦。咱的比如讲蠓仔坑安尼，比蠓仔坑较大坑啊，伊会当叼住屎的顶端，叼住好像，比伊较细只造造。哦，所以颠倒是上环保的一种迄个方式啦哈。对。啊，当然啦，因为迄足忝，哦，人掠一间鱼啊大网做一间就处理掉啊。对。啊，用流刺网，你爱处理几6间，所以即摆现主是应该全台湾，拢无人用加工的方式在做啊。哎，这算工方法啦。啊，但是出来这个鱼体啦，嘛较水。对。啊，较完整。较完整。哎，唔免经过电。哦，免经过电，所以讲了，伊就较袂鱼仔嘛，就较袂遐僵硬。哎，对。哎，所以伊就特别好食。咱为着要互这只鱼仔较好食，咱是想尽办法啦。真正是想尽办法。哎，你这用过？你这若是去市面上沙白鱼咧卖市价，应该是会当比人较贵一点啊吧？咱嘛是希望讲会当着。互咱家己的，因为咱的成本比人较悬，所以咱的卖价比人较悬小可，但是悬无足多，悬无足多。哎，悬无足多。啊，当然是因为消费者有认同嘛，有认同咱的品质，有认同咱的吃法，所以较愿意讲，用这个价钱来甲咱卖。对，啊，这价钱唔是咱家己开，是啊，市场有需求啦，市场有需求。哦，我看你收，我就知影讲这鱼啊就好食，看者腿软就流落来。我来，赞啊！真赞！我惊是量大。哦，锅啊摕，这伤大只，我倒啊。有法度啦。豆来，甲伊混豆哦。这只量大。这只量大啦。这只量大。饲沙白鱼，钓到钓着量大。哇！你看这个山呢，有偌这安尼，上无爱10分钟哦。这较低啊，它要钻到湖台底下。上来扛啊哦！无退后。无就用慢慢。有高调的啦！哇，看到啊！阿弥陀佛咯！我知。这张应该算小朋友。不，来，哇，足重的啦！鱼膏啊，还是鱼膏啊较好哦。那个对，鱼膏啊。手常常会断哦，不行哦。哇，你好！这个，好你拍照留念一下。计成功我钓到的。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这里面养的鱼哈？顺便跟你们介绍一下。你有看过龙胆石斑嘛？有。龙胆石斑是不是拢乌？有影呢。哦，还钓呢。啊，我的龙胆头拢钓迄个有诶无诶啊。我们的龙胆石斑，来，拿着。我们的龙胆石斑就是我们的鱼，每一只它的体型体色都不一样，所以每一只的花纹就跟人的指纹一样，没有一只是一样的。然后每一只都这么清楚，都这么漂亮。哇！我坦白讲，野生的龙胆石斑，都没有，都无一定安尼，都无遮水。因为我有钓过，我知。拢乌的嘛。对啊。对啊。顶头拢有一块迄个
就车啊啦，山有啊，的无的啦。咱的鱼啊，就是你看就是这么漂亮，捕捞或者是垂钓，它在挣扎过程当中，它开始会释放危险因子，紧迫，哎，所以它会开始累积乳酸。那我们现在做活地，其实就是要破坏它的脑下垂体，然后让它在瞬间，就这样子，不到1秒钟的时间，这只鱼已经脑死了。这不是杀生哦，这是联合国认证的。这是联合国认证上友善的，上友善的屠宰方式。咱今仔日不管是甲用电的也好啦，用啥也好，它都可以，拢会当有一只鱼仔较好死的啦。其实这只鱼仔等下咱有要转去加工厂嘛？是，对吧？我互你看嘛，看啥物叫做鱼仔死啊？麻药蛙咧，嘛死嘛活，鱼仔死啊！这尾鱼仔即摆是脑死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放血，放血要对对放。我的做法是大动脉，一般人拢是挂腮，拢是挂腮啦。对啊，但是我的做法我是挂大动脉，就是我要是上短时间，这尾鱼啊，伊的乳酸紧排出去，排除掉，所以有一寡错误的做法，一寡人讲放血爱甲放到冰水内底，对，错。真的哦。因为呢，为什么呢？咱要做这个动作是要，我伫厝的拢做唔到去哦。咱做这个动作是要互鱼啊，伊的血较紧，乳酸较紧排除掉嘛。你搁用冰水减缓它血液的流速啦。哎呦，对吧？是呢。推啊，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咱爱是常温的水内底，用上短时间，互鱼啊尽量将血紧甲排除掉。是。过来，咱即摆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咱所有的神经绞杀。神经绞滴的目的是啥呢？神经绞滴的目的就是要将对这坑，这就是连骨边啊啦，抽神经啊，抽神经啦，要让这只鱼在瞬间，一路拔去啊，全身肌肉，全身都放松了。所以等下咱这只鱼仔咧抬是软的。无，我刀啊掠到底，伊的肉会跳下底。哎呀，所以这是我讲的，鱼仔死啊！麻药蛙咧，人放冰水哦，我袂使放冰水，冰水呢？日本师傅拢甲我教讲用冰水，用冰水伊的迄个流速，血流速会缓慢去。这有影，这有影。所以咱就是在水底，哪好老。等下，这尾鱼啊，你们还记得它刚刚的样子吗？等这尾鱼啊会放沙了后，咱好掠起来才看。你看有什么改变？大家还记得刚刚鱼的样子吗？对不对？然后第一个比较明显的，我现在不遮住阳光，你有没有发现整只鱼变得非常的光亮？是，是好像会反光一样。这个就是活地放血之后第一个表征。再来第二个表征就是眼睛。你有没有发现？透吧？不是，红墨，有一圈金色的，翻更的这个就是我们红墨，这就表示说这一只鱼已经放血了。再来，神经我们绑，然后你看，它的鳃变成粉红色的了，这就表示我们的血都放干净了。对，你只要这3个表征都呈现了。表示这一只鱼活地放血绞杀，那这个时候就拿到冰城去。这会当来冰啦。第二，这摆开落冰水。哎呀，我过去拢做唔到。你若放入冰水内底，伊血放袂进去啊。这活地放血搅散3位一体，而且金啉啉。而且我来讲，我真正唔捌看过这种用大酒班的安尼骨安尼遮水着，遮水着，野生的就无安尼。事实，因为咱互伊一个足好的环境。是啊，这足好的环境还佫有一个
内面可是啊，有啲过滤水质的，啥物蚵啊啦，对啊这上厉害就固体吼，敢固，唔是用串啊落去饲的吼，这单体蚵啊，咱来看下这单体蚵啊是啥物？来，这是还佫知啊，这知啊，但是我看迄破烂烂的感觉，是去用加过哦。这就是吼，咱放，因为咱内底有乌鸡啦，有迄个青衣、莺歌，英哥，所以你也看这蚵仔食了了。我俩这是你你食的，你家己斗食。啊，其实我因为风台过了后吼，咱要做单体，变做时间上的问题，所以我有一部分是做蚵干。啊，这蚵干等解伊较大粒了后，咱开落去白。啊，迄是啥？啊，这就是我摕要来互恁看讲，咱为什么我要坚持做单体牡蛎？我无爱做一般这种规罐的。咱这种串挂式的吼，这来咱串挂式的。啊，伊就是第一较白，其实怪种，因为有挤压嘛。吼，这粒是咱的串挂式的内底蚵仔已经算较算大粒的，较算大粒的，有脑啊。啊，这是咱做单体的。哦，那这粒吼。这粒看起来就敢若法国来的啦，对啊，这种敢若伫巴黎咧街头安尼咧食。啊，这种吼，其实全世界除了华人以外，咱华人食蚵仔是用滴，啊，不管是做蚵仔煎、做饮食了，但是呢，除了华人以外，全世界咧食蚵仔拢是安尼。对啊，开的嘛，开起来了安尼食，哦，啊，所以呢，咱的单体牡蛎。在世界上，咱咧评比啊，哦，咧唔是莫讲比赛，就是伊有分等级。伊的等级是安怎分呢？第一，伊即个喙有平无？你若像安尼，无入格。哦，起起翘翘。我觉得美感哦。哦，这起起翘翘，哦，这无入格。哦，因为咱安尼有可能会去挂着喙，歹就喙。哦，所以第一就是，即个。口有病无？哦，这饮食级的啊。啊，过来第二项就是伊的罩杯。哦，伊的罩杯伊有深蓝无？哦，啊，所以是国际上的评比是安尼。啊，我定咧讲一句讲，咱捌听过日本的生蚝，咱捌听过法国的生蚝。哦，不管是日本、法国、韩国还是美国，因遐拢是所谓太平洋种牡蛎。是属于寒带牡蛎。啊，因遐拢安怎饲？因吼拢饲单体的，对嘛？饲单体的。哦，啊，所以伊的价上悬。就这一粒差不多120克。这粒是法国、是日本，因上少爱饲2吨。啊，你若要饲到150克，哦，因大概爱饲3吨。但是咱台湾属于是亚热带的国家。啊。咱台湾的牡蛎的品种是葡萄牙种牡蛎。这粒我饲偌久？我这粒饲偌久？6个月。哇！啊，人爱饲2吨，咱只要饲6个月。哇，这种竞争力呢？对，啊，而且佫好食。肉甲壳的比例嘛较悬哦。我有甲饲过啦，都这种的串挂式的，甲咱这种单体的，肉甲掰开了，壳肉比差8%至12%。啊，人是要食壳还要食肉？当然是食肉哦。所以咱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较坚持要做单体。这种青春的肉体呢？对，啊像即摆吼，咱你啊看，这芳这共时间呢，哦，大小都有差，过来。这就是固体放在内面。固体，这就是咱讲的单体牡蛎。哦，所以你看倒哪。哦，啊伊的形体有水无？哦，这你来看吼，这笋啊。安尼就知影讲安尼。哦，啊，你也看哦，这咱共迄个时间投入的，这个鹅豆丁这安尼，哦，因为伊小粒嘛，小短，所以生出来平18岁，身材差侪。伊生出来物件因为有挤压嘛，所以形体就无水。啊，你拢放伫人内底，哦，这是我家己研发的一种做法，哦，啊，而且我是甲饲大温啊，饲大温有一个好处啊，第一。咱饲大海里，环境背景是海里有啥物物件，你拢唔知。对啊，咱唔知。我都感觉哦。啊，过来上重要的，我会饲大窟仔的原因是因为窟仔内底伊是滤食性的物种，伊的作用是帮我过滤水质。
所以我1.25毛啊，减4对，因为蚵仔会帮我过滤水质，因为咱咧饲鱼啊，咱会野料嘛，野料伊会放屎尿嘛，对无？有这有机物。有影，头早我看迄水拢清清。因为咱经过咱的造流机扰动了后，伊日头晒落了会加速伊的消化分解，甲加速有机物的消化分解。这算固碳呢？对。固碳无单斤啊，咱蚵仔的形成，咱这壳是碳酸钙。碳酸钙经过统计了，碳酸钙一吨的碳酸钙，会当消耗425 kg 的二氧化碳。这固碳。所以唔是固碳尔，伊个减碳，伊个互我的温啊的鱼啊，搁较好吃，因为水清气啊嘛，无沉底啊，无烂土啊。你这传播早，你这绝对是冠军的。这阮是去年啦，去年阮有参加经济部迄个绿色科技加速器，有专家学者来甲阮统计，证明讲阮的温啊已经做甲负碳排啊。咱即摆知影是讲减碳嘛，固碳嘛，过来或者净零碳排嘛。其实有一项上关键的，或者负碳排。人应该是全世界唯一做甲负碳排的。你这负的碳排吼，有通人去甲你买哦。对啊，所以饲蚵仔对我来讲，伊第一帮我净化水质嘛。过来我安尼讲好啊，有日本的生蚝，有法国的生蚝，咱的大比伊较紧，咱个才有竞争力。咱是安那袂当拍一个合作台湾的生蚝。有影呢吼。是啊，对吧？头早你讲这个造流机是你家己发明的哦。嘿，这只吼，咱来看下造流机是怎款。鱼无爱是鱼台吗？就是这只哦，你其实来甲我阮啊看，你会感觉足奇怪，讲开拢无看到水车。无水车呢？因为第一水车伊足伤电。一只水车，阮咧算一个月就是3000块的电池。夭寿哦！这个窟仔上无爱4、5只啊。无啊，你若呾以我这个窟仔上介少爱8只。哇！搁爱挂一个月2、3万的电池。我这只这只造流机，这只是90瓦的电力来用电，所以一个月274块。因为这只伊的作用伊是水质内底咧拍。所以咱规窟，来咱安尼看好啊，迄边遐是毋是较无风？咱即摆风是走安尼嘛？是。你有发现遐无风的所在，伊的水流是为遐去？有影呢有发现了无？对。照你讲，风吹于来，应该拢这边嘛伊过迄边。是啊，咱遐伊的顶悬的影的是流去迄边去，但是咱的水流一直在降。咱的下底水抽来向顶悬了，表面水就一直送出去。所以规窟不管你偌大窟，伊就是一直咧扰动，一直咧扰动。这个扰动有一个上大的好处是啥呢？咱的有机物袂沉积，有机物袂沉积，起来日头晒着了后，会加速伊的消化分解，所以咱就无烂头。过来咱的有机物，有机物经过消化日头晒过，消化分解了后，拄好咱的蚵仔食。有影，迄蚵仔规工喙开啊，水流。为什么咱的蚵仔会大了特别紧？嘛是靠这只造流机，因为水一啊流嘛，就袂输人去饲生猪有无？3日一直甲管。所以为什么讲咱的蚵仔6个月、8个月会当大到150 kg？原因是这个答案。你这是安尼不断试验才知影。我这试10吨啊，真正10吨来。迄只是啥物机器？这只这只有做推流机，因为有当时人足多人讲你水遮清啦，靠一只造流机，较有可能你内底一定无饲鱼啊。其实这家内底差不多2、3万斤的鱼啊。有影。造流机伊主要造流机是做水流，因为咱创造一个叫做微藻相。咱安尼讲好啊，一般人咧拍水车，咱唔是拍咱的鱼仔咧用，是拍咱内底水底藻，拍咱的烂土咧用。因为藻类伊是白天日头
有日头的时阵，伊是星光合作用。啊，哦，但是伊甲夜间伊的反光合作用，变做伊是一个足大的耗氧量。所以咱的做法就是水保持有水性，但是咱是做为着想，所以咱无需要额外搁互伊拍空气。啊，这两只我就是用空中咱空气当中的饱和溶氧，直接甲拍落水底。哦，所以拢无浪费。所以你也看我这2-3万斤。袂戆戆，伊规工咧拍。对，所以你也看我这窟内底2-3万斤鱼啊，只要一只90瓦的，跟2只400瓦的推流机，安尼就有够啊。自以前到今摆，这窟你也看哦，9重啊，你看窟了看华顶就知影，9重啊，唔免整地，唔免拍土，水嘛是遮清。哦，搁去省成本，对啊而且哦，你的电拢对倒来啊。我其实吼，我伫咧创作种自电自用，就是咱遮看会到的。好，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啊，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吼，风力发电机歹去，储能电箱歹去，所以我即摆爱用台电的电。啊，但是自台风进前，你进遮看有到所有的电器用品，拢是我家己发电、家己使用。我嘛因为这套系统，我去摕到国家永续发展奖。哇！啊嘛得到联合国。联合国有一个农村发展组织，带30几个国家的大赛，专工来到我遮，看我遮的物件。啊，你这若拖搬早起来，就是零碳排哦。咱去年是这是经济部帮阮做的啦，不是零碳排，是负碳排。麦拉斯，你够通卖人哦。哎，麦拉斯，因为咱内底除了蚵仔，伊会当产生减碳以外，佮包括咱内底有一寡水生植物，哦，咱的海葡萄啦，咱的海木耳啦，哦，佮一点咱的饲料，咱饲料咱是喷互上绿色，互沙巴拉食，哦，啊，你像龙胆啦、螺啊啦，要食啥？因啊，嘿，无，拢摕100块叫因家己去买。安怎讲呢？因为咱内底沙巴鱼，哦，迄个鹅啊、红沙，伊已经家己会碳。啊，所以大鱼食小鱼。是啊。哦，所以在螺啊啦、要食好先家己分。伊就家己去掠，家己去捉。哦，啊，搁一点，我家己有加工厂，鱼仔我家己刣。我刣鱼仔，比如讲刣沙巴拉有一寡鱼头、鱼骨，哦，等落去。等了，这是一种循环。哦，你卡了啊，搁等落去食。卡了搁炖落去互因食。啊，这种叫做咱商业行为上，这叫做商业循环，拢无废弃物。逐项拢甲用甲够。哦，你这样完全拢无爱用碳呢。唔是讲无爱用碳啦，只是讲咱安尼做吼，第一对咱个地球环境上介好啦。过来，人讲人是饲青料，我这是食活料。所以我敢讲一句话，讲我饲出来鱼啊，比野生的搁较好食。哦，所以即摆要福建呢。我正头壳嘛冇咧烧，因为无钱。哦，即届我损失非常的惨重。啊，政府贷款诶。啊，莫讲到贷款啦，讲到贷款就害头啦。啊，这样其实吼，以下善读1万字。哦，这善读1万字啊，真是专心，但是两个啊吼，啊唔那是这哦，啊，还有其他的物件哦，包括啥物？包括迄鱼仔肉吼，佫熟成呢，佫熟成呢。哇，这是啥物？等下食看卖就知影，看有啥物无共款。今仔有好料的。啊，对。啊，咱到底来食看卖？我当初是吼，就是因为足侪妈妈唔敢煎沙巴鱼，所以呢，就无爱买沙巴鱼。哎，啊，甘愿带囡仔去外口食，沙巴鱼无咧做餐桌。因为安尼，所以我较做即块袂困难的沙巴鱼。我即摆上大的愿望，就是咱得到国家永续奖的这个自电自用区域型发电。我希望会当较好啊！政府有需要，我这套系统送予中华民国政府，互恁去帮助有需要的国家。来，哦，
这片就知影讲你这，哦，拢无错啦。咱等下吼，其实我来讲过啊，足侪妈妈、哎大姊哎拢足惊煎即块沙巴鱼肚。哎，哦，啊，阮即块因为安尼，所以我调工做即块。啊，咱即块一般咱讲煎鱼啊吼，有两个标准动作嘛。啊，热锅冷油，冷油嘛袂使冰。哎，来，叔叔，我倒先好落，免讲油，免油啊，免油，啊，你落去。嘿，放落，无影无影。甲放落。阮火有咧叮当哦。哦，哦哎呦，啊，一般人是讲啊，袂使叮当嘛。啊，鱼仔放落，啊，互见面卡叮当。蔬菜你刷，蔬菜你刷，佮袂夹顶咧。袂夹顶。哦，啊，搁来，咱哦加煎慢行行吼。我以前定咧做一个动作，煎沙巴鱼的时阵，大家上惊的就是有开胃啦吼。这中小火啦，啊，袂喷，完全袂喷。哦，你不用拿油爆。你这是第几演员？啊，有的人甲我讲，无啦，迄个皮甲会喷。你啊看，咱随时技术上，阮技术歹的吼，你若想要甲冰就甲冰。哦，啊，有的人妈甲我讲，啊，你袂夹顶？袂夹顶，同款，走运动回。哦，啊，过来，皮会喷咩？嘛袂啊。袂喷。所以，安尼，即块就交代互你啊。哦。我技术已经教好。哦，感谢感谢。哎呦，真的呢。啊，敢都爱砍，唔免。免砍。哎，其实我会当较大淡薄啊，你若要食较赤的啦，哈。嘿啦。啊，其实我当初是吼，啊。就是因为足侪妈妈唔敢煎沙巴鱼，所以呢，就无爱买沙巴鱼。哎，啊，甘愿带囡仔去外口食。沙巴鱼无咧上餐桌，因为安尼，所以我较做即块袂喷油的沙巴鱼。哦，我唔捌人真去遮无聊的沙巴鱼啊。真正啊，无代志做啊，啊要喷啊要收来收去，我先食边啊。嘿对，先食蟹子香香，哦，哎，味好歹吼，即块。你油吼，又无共款呢。油的切，对，咱一般的油是烂咧，哦，啊，而且可能会有不好的味道。啊，因为咱互伊好的环境咧饲，食好的饲料，伊的油脂经过熟成了，伊的油吃起来是脆，袂烂，而且油是香的。来，互观众看一下，迄油伫遮。哦，我摕一摕。咱一般即摆外口买到的鱼肚吼，大部分的油拢是肥甲大啊就剁开的迄种，对，迄就是因为饲料的关系。哦，要食较肥，所以用加肥饲料。我咧饲沙巴鱼，我是好食半饱，剩下的时间伊爱去食草食啊。哦，有这很香，哦，有没有吃到一股麻桂芝麻的香气？敢若迄个麻油。对，麻桂，这就是我讲沙巴鱼伊最原始的味。我定讲一句话啦，我无在调互即尾鱼仔变好食，但是我互伊等伊过去，等于伊以前该属于伊的风味甲口感。即块吼，全世界都我才食有。啊，过来，这碗是？这碗吼，较干这碗毋是酒哦。我是这鱼汤，但是这是。这吼，这是我用500公斤的沙巴鱼骨，落去控3暝3日。这小等，我安尼个曝光安尼，足无专心的。真正是控3暝3日，用小火慢慢来控，
我讲台湾全部像我遮讲的，哦，大家拢用高压锅，哦，讲啥咱要点出来。哎，啊我无，我就是阮阿妈安那甲我教，我安那做，哎，真正讲啥袂啥去，啊500公斤来块。你无甲我讲，我唔知这是鱼汤呢。袂臭车，只有鲜味没有腥味，完全没有。对，完全没有。所以这两项是标准配备啦，就是啉鱼，哎，啉鱼汤配鱼肚安尼。哇，这是红果，这只是红果，咱台湾人对红果印象非常非常歹。嘿啊，嘿啊，所以我调工白痴啊，调工来要互你试看哎，这白痴的鱼啊，我食，佫才有信心。无熟成过的物件吼，佮加上咱饲的方式无共款。嗯，哎，所以我就是要调工，趁今仔这个机会，互你食看有啥物无共款。哎呦，我相信旁你以前你有甲我骗无？这是红果吗？红果绝对是红果，2%哎呦，有影呢。真正是红果。第一个口感不一样。有迄个什么卤无？有迄个秘鲁无？爱甲我比掉的哦。哦，这介好食。这块蟹子枪的边啊吼，好食歹食，这块上准。要求特别好吃。这块是因为是蟹子乡的附近嘛，所以这块买鱼的就是买味，它阿摩尼亚的味真重。对。要求不一样吧？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品尝出一股甲壳类？有，食到遮有。有哈。有一股甲壳类的味道，金马味，金马味啊，啊，无啊，哦，愈薄愈香，愈薄愈对，哦，赞，改变想法无？红果会当好食，只是讲看你安怎饲，安怎做。啊，这块已经完全硬了，这块蒸起来超过1公斤。实在讲吼，我讲这冷。这无生意，但是还佫无臭味呢。安尼刚好我食。对。我是会晓煮食的人。对，我知，就是因为你会晓煮食，所以较需要你来品尝看嘛，鉴定一下。哎呦，你这敢是鲈鱼？100%鲈鱼，100%是鲈鱼，完全无迄个臭青味。哦。啊！你这是甜水市的，纯海水市的，4度的水，而且这肉幼到敢若真讲的。对，足多人甲我讲，啊，你这真嘛是安那饲的？我来讲，我肉拆的吼，肉拆的，啊，我白白甲你骗讲，我这是真肉，你嘛唔知哦。对。无，我叫阮介绍人食看卖，你就知影我安尼哦。看有成真啊吧？你安尼，我无爱甲你讲吼，昆虫你食有无？你一定食无啦，哦，有没有？你食无吧？真的呢。因为一般人的鲈鱼的肉是幼稚的嘛，哦是烂的，啊，因为阮经过熟成了后，吼，阮将伊的肉质甲风味做调整啊。Q 底底呢？Q 底底无弹起来，伊个会当食到一个牛奶味。吼，伊个肉有一个牛奶味，而且。你即摆食到是完全无温度的，冷伊啊嘛。对。冷伊啊，伊共款才酒是袂打破。哦，这就是咱有熟成甲伊个间上大的差别。伊吼，阮一直甲沟通讲，看会让互阮是毋是熟成，是啥？我翕你知影？你讲商业机密4字就甲拍落来。无啦，其实嘛毋是安尼讲啦，因为吼。咱台湾熟成、熟成这2字，即摆变做是一个口号啦。哦，你去到全联，去到家乐福，啊，逐项嘛甲你打熟成，对无？啊，但是我认为是即种状况之下，我甲你讲啊熟成，啊，逐个嘛咧讲啊熟成到底是啥物味？无人知呢。其实熟成上大上简单的解说方式就是熟成就是将蛋白质甲转换合做氨基酸，
啊，转换做氨基酸有2种好处，一种的好处就是伊的人类吸收率啦，本来蛋白质是70%几尔，你转做氨基酸，咱人伊的吸收率达到90%几啊，所以适合老人囡仔。过来第二点就是它自带伊家己一个特殊的味，这地一定互你，人讲好食甲会生烂。有影无影？你试看卖就知影。我俩讲好食的物件吼，就是你唔甘吞落啊。唔甘吞落，够好食嘛，疼食落吧。唔差。讲影够有无？真正我化掉生咯，比猪脚较好食。好食多咧。猪脚滚啊，滚烂烂，你真正入，开筋啊，老脆你烂。真正肉鱼烂规个化掉，而且阮即尾鱼啊吼，鱼啊好食歹食，伊的油脂上重要。阮即尾鱼啊，伊的油脂是芳的，袂臭味。袂臭味，哦，是真正芳的，哦，真正是芳的。迄真正迄加劲吼，歹势啦，小可笨一下。迄加劲真正，哦，啊嘴拢凉凉的。对啊，所以我来讲会生烂，你会一直吞一直吞，啊，这就是我对我即尾鱼的自信。我头人问你讲，你是有石头空着，才会想讲做这，还是你厝里本地就咧种这？我其实自阮厝，我算第3代啦。自阮公啊，就咧饲鱼啊，甲阮老爸啊。哦，啊，但是我是养殖界头兵啦。我细汉的时阵吼，真正做囡仔的时阵，看阮公啊，看阮老爸啊，做甲要死，做甲要死，也无钱通赚。哦，所以我迄阵，而且佫叫苦辣白死。对，所以迄阵我就甲家己讲我这世人的愿望，我的志愿就是我无爱饲鱼。离开啦。哎，我无爱饲鱼啊，所以我13岁我就离家出走。你知道，有偌远走偌远，你知道？啊，结果是10几冬前嘛，我是大陆流浪13冬，哦，是啊，替人咧管理公司，啊，自10外岁，个拢出去食头路，就拢汉伫倒来，就是因为我真正无想要倒来饲鱼啊。结果因为身体问题，哦，是大陆身体出问题，啊，就倒来台湾。啊，倒来台湾，我这人的个性较独立，啊嘛较倔强，哦，身体破病嘛，唔敢互是大人知。拢家己歹掉的。嘛唔敢互知。迄阵医生讲我剩2冬通活。哇！我民国98年摕到重大伤病卡，我正讲讲无人买信。哦，迄阵医生讲我剩2冬，我甲正加活10几冬啊。哦，啊，所以讲，我倒来了，其实迄阵倒来只是足简单，看到阮老爸有一天过年过节倒来，看阮老爸70外岁啊，扛一个饲料，啊，真正是脚步蹒跚。迄阵讲，咱少年拢感觉爸爸亲像山，伊袂老，伊袂辛苦病痛，但是迄天我感悟着讲，哦，阮老爸老啊，阮老母老啊，所以我想讲好倒来。虽然我嘛破病啊，但是我想讲，啊，无最起码我少年我饲料嘛遐扛来紧人，爱当扛偌久算偌久。啊，结果倒来了，人无死呢。医生讲2冬，啊2冬过遐活咧，啊要安怎继续做？但是倒来我发现一样物件，较即摆鱼啊愈来愈歹食。这是我第一项，互我感悟着讲是安怎即摆鱼啊才歹食。我较开始去看阮老爸饲法，看想去。所以你这无去请老师来教，叫什么教授来，拢家己无师自通嘛。拢家己去摸索出来。哦，像我头拄讲，像我头拄讲，这块土地，咱饲同款的物件，单一物种消耗单一元素嘛。这个土地愈来愈歹饲嘛，鱼啊愈来愈歹食嘛，啊饲料愈用愈凶嘛，因为原料成本的问题嘛。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讲，要安怎来改变？啊，咱无能力去改变产界，但是咱有能力改变咱家己嘛。所以我由我家己做起，哦，我去摕产销履历啦，去摕欧盟认证啦，摕我鱼仔去比赛。我捌有一冬吼，因为我要让知影讲，我即尾鱼仔无共款。我捌有一冬报5个奖，摕6个奖牌。因为饲着讲我啊，大家拢食奖牌我
真正咱打海燕奖、水产精品海燕奖，这是 G3界的奥斯卡奖，我摕5座，去日本摕奖，包括10大美食、10大精品，拢是靠我一尾鱼啊，用上简单的。我当初是我咧卖这尾鱼的时阵，我嘛捌去夜市啊啦，去菜市啊，偌好笑呢！大家拢是爱烘芋链啦、煎烟钱啦，卖鸡排，我都要煎鱼啊！大家讲我靠腰，开担了咧煎鱼啊！煎鱼啊，种啊，有遐怪呆啊！但是我就是像你头拄有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知影讲，这尾鱼也无共款，真正无。无，你若唔捌食过我的物件，你听无我咧讲啥？因为美食没办法靠想象，爱体会。你爱食，你才知影讲哦。原来无共款，这嘛是我一直坚持的动力。头早听你的故事吼，因为风台来，你还搁咧复原去吼。你希望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台湾这个社会，应该什么态度来看水产甚至甲供电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其实我甲今仔日，我也认为讲，当初是蔡英文总统提出这个渔电共生的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呢，是去互生意人，去互这卖电的、做电的母害的。我本来上大的愿望是，咱摕广电公司的钱来做好咱渔村的基础建设，互咱的渔村唔免去惊风台，唔免去惊落雨。但是你要有合理的设计。毋是什么做甲鱼仔拢袂饲钱，卖电的我当然买卖电尔，阮安那饲恁兜的代志，重点是袂饲钱。其实台湾400年来头一间有机会，有人愿意摕钱来投资渔业、养殖业，来做好咱的基础建设。你家己想看卖30吨前、50吨前，阮旁即摆有啥物无共款？土窟嘛是土窟啊。迄个水车嘛是水车，无得进化吼，无进步啊！人是无爱利用做渔电公司的这段时间，将咱的花做好势，咱会当防风，会当防风台，都唔免去招有即寡天灾地变，免看天食。搁做虎炭牌。但是我一直咧讲，即几单我一直咧强调，我甲政府讲，我甲团体讲，我甲广电总公司讲。但是无法度，人言话唱啦，咱是靠人的，对无？但是我必须安尼讲，对的代志我会行到底。唔对的代志，你搁较大声，就是唔对。我袂屈服。我即摆上大的愿望，就是咱得到国家永续奖的这个自电自用区域型发电。我希望会当甲复原。甚至我可能今仔日我嘛会当借这个节目，甲中国讲，恁若愿意，政府有需要，我这套系统送予中华民国政府，互恁去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嘛，通做外交嘞吼。对。而且吼，这个好处，咱真正老实讲，就是讲区域型的这个发电免甲这个。北电南送，还是南电北送对，而且家己有这区域型的这个电网吼，你若是有咱看我白啦，有战争的时候嘛，较无容易受损啊，对不对？这真正是自给自足。对，人做稳啊，其实做稳啊是一个足耗能的产业嘛。只是以前大家讲就是讲做稳啊，人是弱势头电就落去头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也是一句话，对的代志我会继续做。这今仔真正新眼界来才开眼界，这个鱼啊，我真正，咱咧讲好食的物件，好食的鱼啊，家己有家己的故事。这内面有人的智慧，有天生大自然的处养，搁有咱的努力打拼。所以呢，真正是，咱要好好珍惜台湾这片土地，嘛要珍惜这个人才啦，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
到的。